醫學新幹線由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贊助播出。健康地球人主持劉婉芬。好啦嘛，嚟到健康地球人嘅第3個部分啦，再一次介紹下呢位醫生先啦。逢星期六呢個時間都會出現嘅吓，咁啊當然你喺星期日節目重溫佢你都會聽到佢聲音啦。呢位呢就係家庭醫學嘅專科醫生，就係黃國豪醫生。黃醫生你好。係，大家好。你好啊，黃醫生。嗱，今個禮拜呢，咁我哋繼續會講下有關呢個幹細胞治療。因為我上個禮拜我同黃醫生講，你發唔發覺黃醫生每一次呢，我哋喺後邊呢講幹細胞治療第2節嘅時候呢，好趕頭趕命嘅。我啲朋友成日都問我，你有冇再急啲嘅啲時間？同埋如果你想講一樣嘢，可唔可以清清楚楚話俾我聽成個治療嘅過程係會點樣啊？有啲咩風險啊？當中有咩好處咁樣啦吓。咁好，既然係咁咧，今個禮拜我就詳細講下有關嘅幹細胞治療啦。不過我想先提醒三機旁邊嘅朋友，因為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呢，即係經常都會提醒大家就係話，有時咧你發覺咧自己身體咧，就係好似我哋健康地球人嗰個口號一樣啦。你身體裏邊可能有啲嘢咧係要裏裏外外嘅，即係你表面可以好靚，但係如果你內在咧，其實無論係心靈啦，或者你身體嘅各項嘅器官嘅機能唔得嘅話咧，一個人有幾靚咧都冇用嘅，因為我哋話好多時候都要嗰種氣息啊，係由身體裏邊係散發出嚟噶嘛。咁啊，所以希望喺呢一個時段裏邊，當我哋講有關呢個青春醫學嘅時候咧，即係希望你唔單止係外表靚，而係裏裏外外咧都要散發呢一種青春嘅氣息啦，健康嘅氣息嘅。咁所以如果有啲咩問題，你有關呢一個喺健康上面嘅任何疑問咧，你都可以打電話同我哋一齊傾下啦。特別我哋講開就係話，點解我做好多身體檢查，但我冇事，但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好攰、好辛苦、好唔舒服咧咁。如果有呢啲疑問，會唔會同我自己嗰個器官嘅機能衰退，但係未去到真係會係做一啲嘅檢查睇得到咧咁？咁啊，你可以打我哋熱線電話號碼1834204，1834204，同阿黃醫生傾下啦。另外，黃醫生啊，上個禮拜記唔記得我哋介紹咗個講座俾聽眾啊？係。咁我哋不如介紹埋呢個講座先啦，好嘛？好啊。我見到上個禮拜好多朋友打我嚟嘅時候就話：喂，點解咁難打㗎咁樣？因為個名額係有限啊，咁啊，所有嘢都係先到先得啦。今個禮拜咧，我哋可以即係做一啲嘅少量嘅名額咧。如果啲聽眾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嘅。咁但係你一定要記住，要俾啲耐性，好嘛？出邊咧聽電話嘅只係得一個嘅同事去聽。只要你個電話嗰條線呢，有任何人褪出咗之後咧，聽咗佢之後咧，咁第二條線就可以接入嚟嘅。咁提醒大家咁啊，呢個講座咧就係7月5號啊，黃醫生你自己主講嘅喎。冇錯。咁啊，你不如講下個題目，其實會講啲咩咯？等啲聽眾會知多啲先得。題目咧就叫做如何能夠年輕及健康多10年。咁點解你會用呢個作為一個講題咧？因為有時其實呢個講題咧就好清晰咁表達咗咧，就係話你年輕嘅意思咧，就係話唔係淨係外觀嘅，咁仲要個內在啦，咁係個身體個健康方面啦，同埋某程度上咧係嗰個心靈嘅健康，呢3方面咧其實都好緊要。係咁，所以好多朋友聽到話以後點樣去令到自己健康多10年，好多人就話哇，好想去知道下嚇。咁啊，無論係30歲、40歲、50歲咧，當你諗翻轉頭話能夠健康多10年，都係你成日都會希望能夠得到嘅。咁啊，當然呢個世界咧，即係唔係所有嘢咧就得個講字，需要佢自己身體力行去做啦。所以呢個講座裏邊呢，有好多實際嘅攻略咧，可以提醒俾大家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先打電話嚟報名登記先。咁啊，電話號碼咧就係1834204，1834204。當頭先話有任何對身體健康嘅問題，對於你嗰個嘅覺得自己嗰個即係身體好似唔知係咪真係同自己年紀大有關呢？有任何呢方面嘅疑問，你都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啦。黃醫生，不如我哋真係要入翻我哋嘅正題啦。我哋咪講嘅有關呢個幹細胞治療。上個禮拜咧，我哋都講到，其實一個人咧，佢哋嗰個身體好似一架車咁，佢啲零件可以換，咁啊梗係最好啦。但我哋話，如果佢要換零件嘅話咧，一定係好大件事。你換腎、換心啊、換肝啊，都係一啲好大件事嚟嘅。咁但係我哋就話啦，有啲嘢我哋去到通常年紀即係大咗咧，唔知點解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嘅。如果你話幹細胞治療係而家未來呢10年或者而家咧好多新嘅科技咧講得最多嘅其中一個部分嘅話咧，咁我走去諗啦，咁佢應該係咁多人，佢哋喺年紀大咗之後咁多唔同嘅毛病，咁針對邊樣嘢先好咧？每一個人嘅身體嘅結構或者係個衰退嘅速度咧，都唔同嘅。當然如果最唔好彩嗰個咧，可能心肝脾肺腎咧就一齊同步咁樣衰退。好多人都係咁噶喎。大部分人都唔係嘅。真係咩？好彩係啊！大部分人咧，通常你會睇佢咧，佢係某一個器官或者2樣嘅系統或者器官方面咧係出現咗問題。咁打個比喻啦嚇，咁譬如有啲人
有一啲嘅譬如一啲過度敏感症啊，或者係有啲自律神經系統，即係話嗰個免疫系統出現咗問題啊，去自己產生啲抗體出嚟打翻自己啲器官啊，咁引致一啲大頸泡啊、腸炎啊、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啊等等呢啲病症咧，都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系統，就唔可以話一個器官，因為你好難去話有一個器官唔同嘅心肝啊嗰種。咁呢個咁嘅系統上嘅出現一個病變咧，都會引致有好多嘅唔同嘅問題嘅出現㗎。咁可能另外一啲人咧，佢冇呢啲問題，但係咧可能發覺到咧佢嗰個心臟咧就比較由於嗰個食嘢調理唔好啊，咁出現咗一啲冠心病啊，或者個心臟嘅機能咧開始衰退，心比較弱啊，咁變咗呢啲咧係個心臟方面嘅問題。咁亦都相對有一啲可能有啲朋友咧就由於香港其實都好多啲慢性嘅乙型肝炎嘅問題啦，咁呢啲慢性肝炎咧係導致到個肝嘅功能係受到呢啲病毒嘅感染嘅影響咧，個肝功能咧係一路下降。咁譬如呢啲人咧，咁就係佢肝有好大問題。另一方面就頭先我哋講個舉例咧，就個免疫系統或者個心臟出現問題。咁所以每個人真係有啲唔同。點解我話咧係咪好？即係我喺我心目中咧，但係好多人咧，當佢年紀大咗之後咧，呢樣又唔妥，嗰樣又唔妥咧。我因為睇到我老豆。好簡單一個例子就係話啦，譬如話，因為佢早排我知道佢腎唔好啦，咁佢睇醫生先發覺個腎唔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個心臟唔好，個心臟唔好亦都係影響緊個腎唔好，咁所以咧，即係你到最後咧就係要決定啦，先搞邊樣嘢先啦，唔該，先搞好嗰個腎先啦，定係先搞好個心臟咧？咁冇辦法啦，腎嚴重啲，先搞個腎啦，搞完個腎之後話，醫生就你遲啲再嚟去處理埋嗰個心臟啦，跟住仲有啲其他啲小嘅毛病啊、大嘅毛病啊咁樣啦。咁我喺度諗啦，年紀即係好真心講，而家好多譬如話年紀過咗係60-70歲或者70歲打後嘅人咧，佢哋都係好捱嗰一代嚟嘅嚇。以前即係都係要好點講為仔女啊，而家啲仔女相對係嗰個數字係相對細啲少啲，所以年輕嘅父母咧個壓力咧相對冇咁緊要㗎，冇咁搏殺嘅。咁我就諗，其實好多人都係年紀大咗之後先至愛惜自己身體㗎嘛。咁所以我舉咗呢個例子。你如果你話要用一個幹細胞治療啦，咁可以點去治療咧？有腎問題，有心臟問題，有啲人仲有埋糖尿啊，血壓又唔係好掂啊，咁樣喺邊個部分開始咧？如果每唔同嘅病人佢係需要知道咗佢個身體唔同嘅器官出現咗問題咧，譬如頭先你講你爸爸個例子啦嚇，咁可能話嗰個心臟同埋個腎有問題嘅，咁其實咧你喺個幹細胞治療嘅方案或者係嗰個原理上咧，就係話去加強翻個心臟同埋個腎嘅功能，或者咧去利用一啲心臟或者腎臟嘅幹細胞咧去修復翻已經有啲出現咗問題，但係咧就仲救得翻嘅細胞。咁咧就將佢好似一個比喻就話，如果譬如我當嗰啲唔同器官嘅細胞係一個馬車上面嘅馬，咁可能咧一個馬車咧佢有6隻馬，咁其中咧可能有一隻咧已經受咗傷，或者有另外一隻咧隻腳已經唔係好得㗎咁樣啦。咁我埋到去咧，咁其實咧我可能咧我個方法就話，我可能由6匹馬加多2匹落去，咁變咗8匹馬咯。咁另外咧就將呢2隻傷嘅馬咧去醫翻好佢。咁其實個原理一樣嘅。咁個幹細胞就話你入到去咧，佢就會將一啲病咗或者係有啲問題嘅兄弟嘅細胞咧，將佢救翻，將佢維修。咁另外咧，當然佢自己有一個生力軍啦，好似一個軍隊咁樣咧，就打傷咗個兵就醫翻好，跟住另外咧就話我真係加咗一啲新人落去嘅，咁變咗整個器官嘅功能咧就會某程度上咧係回復翻一個比較健康嘅狀態。你未必可以完全修復，咁但係就修復嗰個程度咧就好視乎究竟你壞到去邊度。嗱，呢個就正我嘅核心嘅問題啦。頭先你講話嗰2匹馬，一匹咧就可能係跛下啦，仲行得，但另一匹咧就係又係麻麻地啦，咁啊但係都仲喺度運作緊啦。咁你加多2匹，咁啊大家又負荷冇咁緊要啦。我就想話啦，如果你講緊呢個幹細胞嘅治療，如果對嗰啲器官或者佢嗰個身體嘅機能某個器官啦，或者佢某個身體嘅部分咧，其實都真係好差噶啦，或者唔好話好差啦，都差噶。咁對佢嚟講，咁係咪都用幹細胞治療？如果係嘅話，咁咪唔使食藥咯。如果你咁講嘅，以後譬如遇到呢啲問題，係咪都可以用呢種方法？係已經係能夠解決
解決得到。如果人係咁嘅話，咪唔會有老嘅一日咯。如果你咁講嘅話，嗱呢種嘅治療方案咧，同食藥咧其實就冇乜抵觸嘅，同埋佢用嘅原理係好唔同。因為如果你食藥嘅方面，譬如話心臟藥嘅，咁其實有好大堆嘅心臟藥，咁但係好多啲心臟藥咧，就佢個用途咧就在於減輕咗嗰個心臟嘅負荷，係啦，即係譬如話你個壓力佢減咗個壓，咁變咗佢咪個泵得嚟比較順啲。